阿忠老师呢，今天带来的也是我个人很爱的，就是我们港式茶楼常常都会有。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对烧麦。对，那这个烧麦呢，要在自己家里做呢，我就想到说，有可能吗？好，我们今天呢，阿忠老师呢，要跟全球观众朋友分享呢，你自己在家一定可以做的这个第1名的这个茶点哈。对，港式的这个经典菜鱼子蒸烧麦。我们来介绍一下食材哦。好，我们要用的是肉丁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先知道它的部位。我们选的是一个后腿的翅肉。哦，第一个它很高档哦，没有油脂，但是它含有一些后腿的那种筋，所以很 Q 弹。因为后腿的运动量比较高嘛，它有一些筋。对，其实烧麦要好吃，就是它里面的那个馅料是要弹牙。对。那你要怎么弹牙？就是要带有筋的这个成分，把它打出胶。我们讲的胶，其实就是讲白了胶原蛋白。好，所以说我们要用这个猪后腿翅肉呢，用手切，把它切成这种小指的大小。又是后宫的料，但是反正家庭主妇呢，很喜欢做料理的人，一定都很有耐心。对你既然决定要在家里做烧麦，我相信你就不会怕费工。是啦，是不是？那再来就是说它的水分因为你退冰之后它可能会出水，你必须要把它沥干，甚至你可能不要封保鲜膜，放在冰箱先冰个半小时，那这个水汽借由这个冰箱先抽干，水分少了，待会在打这个过程呢，它的阻力就会高，对，就会出胶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这个虾仁。烧麦就是肉跟虾仁结合，有虾有肉，然后比例是1:1，好吧？那这个虾仁呢，我们要选用的是这种原料虾，也就是说手剥去壳啦，尽量不要去用这个发泡虾，发泡虾它肯定会很弹牙，但是呢，它吃起来这个虾味比较没那么浓郁。所以说第一个要选的虾很重要，再来就是我们不要去切割，用整只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其实就是这个大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肥油啦。好，你可以不加啦，但是你就没有这个滑顺的口感。对，这个比例大概是2:2:1啦。好，2:2:1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会加一点这个香菇粒。好，把香菇泡发之后，干香菇泡发之后，我们把它剁一下，稍微小粒一点。OK。好，配一点这个蛋黄皮、烧麦皮。像饺子皮适不适合？不适合。饺子皮饺子皮可能太厚。太厚。这个它介于饺子皮跟馄饨皮中间，对不对？都比它还要来得再薄。这个比馄饨皮还薄吗？还要薄。真的哦。对。OK。对，好吧。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，好不好？第一个下去的是猪后腿翅肉丁，那这个时候下去还不能打，还要再加一个重点，就是盐巴吗？糖哦。还有盐巴也是，因为你加了糖跟盐巴它会把它的水分先逼出来，就好像你在做泡菜一样，它有一个逆渗压，你加了盐跟糖会把它的水分逼出来的时候，有这个水分呢，你才可以再加第二个东西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它打出来。那这个过程大概是1分钟到2分钟了。先把这个盐跟糖融入这个猪肉丁，让它先水分出来，你会发现它越来越水了。好，现在差不多了。你开始大家看它会往下滑，有没有？打起来往下滑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加粉。那加粉其实是为了要让它在帮助它出胶啦，然后呢，让它产生粘性，让它帮助它出胶的过程快一点。好，再继续打。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就有一个技巧了，我们要先慢速，先让它粉先均匀。好，那你发现它这个粉呢，看不到白白的，都变那种乳白色了，就代表它和均匀了。这时候我们就要加速了。为什么要加速呢？因为你如果没有破坏到它的组织，它就出不了胶。而且你如果太慢做出这个动作，这个肉它会越来越热。我们在摩擦的过程越来越热，它就会降低它的鲜度。所以说它的速度我们中速之后还要再加速，最后就加速。这个过程大概要打个2-3分钟。
现在2分钟到了之后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哦，出胶是长什么样子哦。出胶呢，你看它这样有没有？它拿起来它就会这样刺刺的，吧？这个就代表它的胶质有出来，有没有？刺刺的。哦，有这个一条一条的，这就是出胶了。那我们就有打成功。那我们现在要下的这个第2个主食材是虾。好，我们这个虾仁要下下来。虾仁一样啊，尽可能把这个水分逼干。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很多老师每次都在说，我们不管是不是打那个百花浆，对，百花浆也是一样。我们的这个虾仁啊，一定要如果有出水，一定要把那个水分哦吸干哦，你才有办法让它打的时候呢，它的那个胶会出来，然后粘性会出来。那一样，你的速度啊也不能太慢，也不能打太久。是虾更怕的是温度，对，你只要温度稍微升高了，这个虾会变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这个虾子被我们破坏的程度，就是说大小控制的怎么样，跟这个肉丁结合起来的口感，虾要比肉丁再大一点。所以说我们的肉丁刚是可能是0.5公分的正方体，我们的虾尽可能控制在我们的小指这种大小，那它吃起来这个烧麦呢还吃得到虾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稍微看一下我们现在打的程度怎么样。哦，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啊，我们的肉丁是肉丁，虾是虾，颜色一看就知道了。如果你的虾变色了，这时候就反映出来。那现在这个虾仁呢，感觉上有没有它破坏下来，大小就是差不多了，然后你会发现有没有它格鲁坎西啊，对，刺刺的，这个端端的口感已经出来了，对，像你在做贡丸就是要这样。是。接下来就简单的啦。接下来呢，教大家一个偷吃步，就是现在这个肥油粒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把它先加这个香油。这时候我会加一点味精啊，味精你可以不加，你可以改加，比如说你喜欢胡椒粉，加一点胡椒粉。但是我是希望说吃出这个肉本身的鲜度的层次啊，虾是虾，肉是肉，所以我胡椒粉尽可能不加。OK， 这因人而异。香菇粒就可以下来，然后呢，这边先把它简单的和一下。先把这几样食材先稍微和一下下，再下来。那它在搅拌的时候会更均匀。那因为这几个时间差没有影响，就一起下，然后降低我们在搅拌的时间。好，继续打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来考验一下我们的厨娘，这个时候的速度要快还是慢？这个时候的速度要快还是慢呢？对，我觉得应该快一点呢。大家也应该都觉得快一点。对，因为打快一点才会新鲜嘛。可是这个时候不能太快。太快的话，那个猪油很容易化掉，对不对？对，猪油容易化，所以这时候就是拌均匀就好。因为我们刚刚的过程就是该出胶的，过程都过了，现在只是需要把这个油脂带进去，味道带进去，然后这个北菇粒搅拌均匀就可以。所以你打太快，反而这个猪油粒全部化成油，对，那你吃起来反而达不到那个口感，对。好，所以很注意哈，最后这个肥油粒呢加进去的时候，速度一定要慢，对，一定要慢。然后呢，要注意边边。我在做最后的这个动作，我会检视的时候，我会把边边再稍微往中间挤，那怕有些这个调味料啊卡在边边，不均匀，再打一下。那其实还有一个小地方要注意的是，刚打好的馅，适合先冰1个晚上，或者是冰4个小时。是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让它的温度再降。那再来第2个重点是，我们刚打好的馅，你要让它消气，你刚刚空气有打进去，所以在冰的过程它会往下。第3个重点是在冰的过程，它是味道再继续融合的最后的阶段。因为我们刚打好，虽然说搅拌得很均匀，可是呢，食材跟味道本身还是没有入味，所以说很多细节就藏在这个小地方。好，我们要开始来包烧麦咯。好，其实我觉得港点里面我们最容易包的就是烧麦，因为烧麦简单，你看烧麦就是馅加进来，然后手部动作没有像那种几折这么困难，你要包个10几20颗，搞不好包不出1颗。烧麦其实就是这样子，虎口接下来有没有？然后呢，慢慢的收，慢慢的收。对，反正就把它捏起来就对了，折的太过于大折，然后收的差不多7、8成了，我们再把它稍微压一下，有没有？就很容易，有没有？
然后最后呢，稍微再收紧一点的时候，顺便再点上这个鱼子，这个鱼子点上来，好，那这样就包好了，再放到蒸笼里面去。好，比包水饺还容易。对，我觉得水饺有的人真的包得好漂亮哦。对啊，那不太会包水饺的没关系，我们来包今天的烧麦。对，包烧麦，享受一下自己来的乐趣。也很漂亮啊，尤其是这种黄黄的皮，再加上那种橘色的鱼软哦，真的是，好吃最重要的。老师，其实最主要是这个馅要打得好。茶楼的烧麦我很少去看说它包的漂不漂亮啊，最主要是说，哎，这个馅有没有够 Q 弹弹牙？因为它整体塑形起来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柱体，像一个干贝那种形状。对了，只要你站得住就好了。站得住就好。然后呢，这个馅要饱满。对，不要说我们蒸出来的时候全部都倒掉了。对对，它要倒掉，你要把它蒸不漂亮，还真的蛮难的。很容易。看这样鱼子点上去，有没有？是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摆上去了。那这样要蒸多久？我们这个通常差不多蒸，以这种大小，我刚刚这个馅啊，差不多是6钱左右。我们1两等于10钱嘛，6钱左右的馅大小，大概蒸5分钟就可以。哦，这么快哦，比下水饺还快嘞！比下水饺还快，可是你如果馅大颗一点，可能要蒸到7、8分钟。好，那我们就入蒸笼，蒸6分钟后见。哎，我来看一下我们的烧麦有没有倒掉，老师。来，还没倒。很简单的，这颜色还是很漂亮。对啊，还是很漂亮。对对。哎，我看了这个4颗摆在那边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人家摆3颗啦。对。因为真的是人家说距离产生美感啦。对。你没有距离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好像彼此之间很挤啦。你有一点哎，对。OK。